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到以色列参伊朗开战已经过一礼拜，伊朗首当伫咧2日暗时小连续传出爆炸声，以色列个放调讲，一直到消除伊朗的核武威胁进程，因拢未停止攻击。另外，欧洲各国甲伊朗的外交部长也伫咧瑞士的日内瓦展开会谈。 伊朗首都德黑兰伫咧当地时间2暗8点45分，传出连续的爆炸声音，而且伊朗北部也发生规模5.1的地震。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第2礼拜，路透社报道，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诺伊讲，若伊朗的核威胁也未消除，以色列就未停止攻击。因若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爱采取行动。 Iran is the preeminent terrorist regime in the world. It must not, it can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That is the purpose of Israel's action, to save itself from the Iranian threat of annihilation. But by doing so, we're saving many, many others. 另外，欧洲各国的外长甲伊朗的外长阿拉奇伫瑞士日内瓦进行会谈。欧洲各国要求伊朗接受零铀浓缩政策，不过伊朗强调，伫咧遭受军事攻击的期间，未考虑完全停止。We were clear.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E3 in Europe have been clear for many years that that cannot happen. 虽然欧洲各国的外长也讲，因并无期待日内瓦的会谈会当有突破，不过甲伊朗面对面接触正重要。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是讲，伊将会伫2礼拜内决定是毋是要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行动。公司新闻新乐会吴基昌编辑。 继续来看这以色列参伊朗的战火，或者百姓生活拢真歹过，随时拢咧烦恼有飞弹有空袭。伫咧以色列都有真侪人惊会走袂赴去避难所，所以规家伙仔规气带去住伫咧地铁站内底。附近的居民毯已经换铺毯啊拖行李，甚至有人牵因兜的狗仔猫仔入来到地铁站。 柜台顶悬已经有几个家庭，甲米被是铺伫个柜台上边啊遐做眠床、升降位。这是伫以色列特拉维夫无偌远的拉马干市，差不多200个人选伫遮困一暝，都是为着要闪伊朗的飞弹有可能阁飞过来暗暝。 That's the first one night that we will spend here, because actually we're not sleeping because of the anxiety and. Because of the sirens that are happening like during the night, it's very like scary to run every time to the shelter. 就算1993年以来，英国的建筑法规要求新起的厝必须规划一个安全房，外壁的高度至少爱25到30公分，天棚爱2.5公尺高，门窗爱是更细，等种种严格的规范，共款是无法度挡直接落落来的飞弹。 根据以色列建筑协会数据，到2024年底，全国296万户家庭内面的56%，都是差不多167万户，因为是伫1993年进前就起好的，无安全房通米。伊朗连续几天的攻击已经造成伊国的境内几十个人死亡，几百个人受伤。对这选提前避难的人来讲，地铁站可能无遐尼舒适，但是伊所这个时阵因上需要的，就是安全感。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译。 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治疗室制种的新药啊，原底按算18，特别头一间伫咧台湾使用，所发生药物送来到港口，防退转去马来西亚，爱重新报关的情形，得要延到23才有法度使用到这项新药啊。 再来看《中国时报》，因应少子化，大学招生困难，大学招联会决议要放定申请入学第一阶段的汰选倍率。不过，这就引起私校的烦恼，讲学生拢申请掉公立的学校，私校要招生会愈困难。另外是《自由时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指出，中国唔但加强伫咧南海的布局，嘛加强摆电入侵，也是封锁台湾的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任务就是要阻挡各种侵略的行为，也包含伫咧南海甲台湾。再来看到全台大罢免进入第3阶段，中选会宣布第一波有24位国民党的立委，也有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有成案，会伫咧7月2日来进行投票。
因为各地攻防嘛继续在进行当中，罢免罗明才的领衔人士发表被自杀的声明，讲伊去受到恐吓。因为罗明才是呼吁罢免团体唔通阁继续出后步。针对全台湾立委的罢免案，中选会20公告，包括鲍坤基、齐卡心、王宏维在内，拢总24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成案，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投票日定伫7月26日。另外，南投马文君甲尤浩这两案，也伫县选委会补件审查当中。也若当伫补件期间呢，包括台中颜宽恒、杨庆英、江启臣、新竹县林书明，也佫有新北罗明才等5案。没到界选不能忍，同意罢免民才滚。800支罢免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乌道介入民主运动，因为罢免拿赢立委罗明才代表人17发出未自杀的声明，讲伊去互恐吓。警方第一时间介入，加强巡逻。即马当地的补件期间，罢免团体是搁一个发声，叫罗明才落台。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恶势力来对抗。选举后步就搁出现啦吼，那选举你就照规定要怎么选，把你的理念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哈。背回不实的谣言，罗明才搁一个唱歌回应。因若罢免拿赢立委齐卡心的代表人做形成。是一直话讲要甲对方公开辩论，不过双方针对地点甲形式是一直敲袂好势。所以我今天呢就会把这个邀请信寄到反共什么护台什么联盟的他们的办公室，让曹兴诚先生6选1，不可能6选1你还选不出来吧？辩论对徐小青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啦。那他提的这个六个地方，坦白讲都是一样的，他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对亲中亲蓝的一些选项。不过，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19日花莲宣讲，以员工忠义的精神，这个拿赢立委鲍坤基对国家不忠不义，鲍坤基嘛出来反击。民进党应该适可而止。赖清德总统这次推动的大法，不是维护全世界的民主常态，而且呢，除了把灾区当秀场，竟然也把宗教当作一个斗争的舞台。林佑昌20日人面册呼吁人民站出来，因为过去鲍坤基捌讲到顺我食枪，逆我食亡，才把宗教当作是统治华人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有要求12000位中国配偶着爱补交消毒原则的证明，申请期限着到6月底为止。移民署就公布，即阵已经有超过5000人提交文件，因也同意超过800个人用切结书的方式，然后去中国办理。迄期会秘书长罗文嘉就表示讲，有真侪中国配偶拢无法度去到中国来办理入籍，也毋过若是当事人会当提供证明的资料，迄期会就会当来斗3天。陆委会经由专案要求12000名的中国配偶补交入籍证明，若无撤销定居证，申请的期限到30日止。移民署20公布最近的进度，讲近半个月有大约2000人完成交付送失原籍证明，总计超过5000人。针对民众所遭遇的任何困难或者挚爱难行之处，我们都会提供必要的协助。如果因为比较晚才能办理，而来不及完成公证书验证的流程，也不用担心。移民署讲，也审核同意超过800人，经由签名保证方式来代替，也是延后赴中国办理。严格讲起来，人数敢若挖专案12000人的一半。海基会讲，对4月到6月17，已经发出7622件入籍证明验证书，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真多。他也特别回到了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办理这个拿到户籍除籍证明，但是他最后没拿到，有这种个案。那这种个案，我们最后会协调移民署跟陆委会，然后只要能够提供相当的证明和资料，那我们也会予以做一些这个协助和处理。对于中国配偶补交过程拄到一寡困难，罗文嘉讲，中国配偶等于到中国办理入籍证明，却是无法度办理占大多数。不过当事人即要提供证明的资料，海基会将协助。另外，中国配偶有人身安全的疑问，10年无到中国中断伤病，细汉时阵来台湾，已经70岁以上，加收入户顶，符合签名保证条件，应代替交入籍证明。不过有中国配偶讲，身躯边有真侪姊妹啊，50外岁无都适用。现在除籍的这些姐妹，大部分来台湾已经25年以上了，25年以上了，也找不到地址，也找不到人，父母亲可能也不在了。
所以这个对他们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的。那如果说一半的人没有拿的话，是不是政府这边是不是有办法就协助一下他的这些文书跟行政上要做一个什么切割吧？刘议会19讲，政委员有中国配偶无到联络到，也无提出申请，并且证实有中国配偶被要求提出道歉证明，规期放弃台湾身份。王凌峰讲，这项假号中国配偶将是误号，呼吁政府伸出援手。杨过罗文嘉讲，中国配偶无等于中国办理，政府就无倒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一个去英国留学的中国博士生，去年逼出一小连续甲女性下药性侵害。今年3月，伦敦刑事法庭裁决，包括甲人强暴、非法关禁等等28项罪名拢有成立。即阵也判决，伊就要关规世人，至少要坐监24天，才有机会来申请假释。Sir, I'm arresting you on suspicion of rape, okay? Because it is alleged that on the 14th of November last year, you have vaginally raped a female at this address, okay? 对警方来引导掠人，表情是真沉重。伊是到英国读册中国籍学生周金河，去年因为犯正惊人的性侵害的案件，获检调起诉。Come out so I can check the just allow something cover here. 周金河被指控在2019年到2024年间，对10个女性是犯11件性侵害的案件，其他的罪名佫包括非法监禁。伦敦刑事法庭今年3月初5开庭，裁定伊28项罪名成立。6月19刑期出来，周金河被判终身监禁，伊就要坐监至少24年，才有可能来申请假释。I hope that today's lengthy sentence will provide a small amount of comfort as they look to rebuild their lives. They can be reassured that Zoe will no longer be free to harm women or subject them to the most horrendous sexual abuse. 今年28岁的周金河是对中国广东的东莞来的。2017年去英国留学，一路是读到伦敦大学学院的机械工程学博士班，真好的学历和背景，互人对伊是较无戒心。犯案手法定是伫社交场合，也是交友软体。熟悉被害人了后，伊就邀请对方去因兜来读册，趁机会下药性侵害。警方查到的性侵害的影片竟然有上千支。即马人面受审的周金河，甲羁押的期间扣掉，阁需要封关要23年，才有可能假释。警方鼓励其他受害者放心出面来指认，研判真正受害的人数实际有可能有60个这么多。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译。昨早起9点外，伫咧交通的尖峰，伫咧高雄所受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吊钢挡伫咧轻便铁路，就算移交来苦劝伊嘛唔走，影响到这列车慢分8分钟。落尾是警方到场，甲这个查甫人带走，伊才有涉犯公共危险罪上班，而且嘛要针对伊违规的行为来开罚单。这个查甫人骑奥多摆，伫咧轻铁轨道顶悬来去去。落尾手伫咧轨道顶悬唔离开，交通员去甲苦劝，因为有一台轻铁列车要通过，毋过伊刚刚唔离开，双方对骑超过10分钟。十字路口，然后一直在那边转，轻轨就停在那边，就没有移动这样。有一台那汽车应该是放在那边啊，你呀，那个轻轨有一直888。代志发生伫咧20早起9点外，拄好是上班上课的尖峰时刻，这台列车为苏浙加上站等要离开，煞拄到这只奥多摆挡伫咧轨道。地属列车慢8分钟。行控中心请移交跟保全前往劝阻。摩托车虽有部分移动，不过仍然有影响行车的风险。最后在9点11分，列车有慢速通过。这个查甫人要离开的时阵，还阁徛起列车头前，列车就要阁一摆停落来。落尾手这个查甫人互警方带离开现场。不过面对警方问话，伊是一句话都唔讲，嘛无法度交代是安怎会停伫咧轻铁的区域。因轻轨属于大众捷运系统范畴，本分举依刑法第184条第1项，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将林冉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他要跟那个轻轨对视，太危险了吧？而且也是违法。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除了涉嫌犯公共危险罪以外，嘛违反骑车无按标线、无照规定使用灯光、甲非突发状况，煞是骑的就暂停伫咧车路顶悬等等几啊项道路交通条例规定，会甲这个查甫人开4张罚单，计共是43000字的罚金，而且当场禁止伊骑车。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促进转型正义，文化部19伫咧行政院会当中报告中正纪念堂转型规划，打算要甲改造民主教育园区，嘛有得到行政院长杜英台支持。因毋过，都有民间团体强调讲，无应该继续互蒋中正的当上留伫遐侮辱台湾的民主。
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伫咧威权统治之下所发生的228事件和43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是台湾社会正沉重的伤痕。为了要促进转型正义，文化部办事伫咧行政院推动转型正义汇报会议当中，报告中正纪念堂转型规划，打算伫未来要转型做民主教育园区。院长杜英泰对这项规划表示支持，嘛毋忘强化人权和法治价值的理念。我们继续推广在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人权教育，譬如说，中正纪念堂可以跟国家人权馆办一些国际人权电影节，把中正纪念堂它整个原来是一个威权崇拜的那个形象，渐渐改成是一个民主人权纪念的一个地方。文化部打算把这个民主教育园区用来做历史记忆保存和民主教育推广。不过有民间团体表示，中正纪念堂的性质和其他不义位置无同，是用来纪念独裁者的场所。民团呼吁政府，台湾既然是民主国家，就无应该继续把蒋中正的铜像踩伫遐。但是你上吊是迄身体的处理啊，你迄身继续存在，迄就是对咱台湾民主上大的侮辱啊！一年有这么100万的观光客来，你是要甲世界观光客传达什么款的咱的民主价值？文化部表示，相关的规划打算上近7月底进行，经过建议的收集和讨论修正了后，会各向行政院报告。第期的规划会办理教育推广活动，深化社会大众对历史的了解，扩大社会沟通。后续嘛会做中长期的规划。原来针对蒋中正铜像的问题，文化部长表示，无论要赶走，还是要继续留咧，到今也无结论。不过未来无排除各种可能。记者卢昌珠、曾俊佑台北报道。来关心防疫的消息，咱国内肠仔病毒疫情目前也无法度看轻，因为到今为止已经有5个囡仔重症，其中有4个是已经死亡。疾管署要召开专家会议，决议要修正饲无龄的建议，就是讲这囡仔若是无到3个月大，老母若是有可能去患着肠仔病毒，就建议唔通甲囡仔饲无龄，因为这无龄内底是方证实讲可能会带肠仔病毒，所以就要等老母肠仔病毒好利啊，才会当继续来饲无龄。今年肠病毒重症创下2年同期新冠的纪录，其中5例是新生儿，有4例死亡，全部拢是患着伊科病毒11型。疾管署这礼拜赶紧召开专家会议了后，20宣布修正饲母龄的建议，当婴儿也无满3个月，老母若是敢若患着肠病毒，应该停止饲母龄，因为母龄被证实可能含有肠病毒，这也是疾管署头一摆呼吁暂停饲母龄。依照儿科医学会的建议，未满3个月大的这些小朋友新生儿跟小婴儿的话，如果妈妈是有感染肠病毒的症状或有感染肠病毒的可能的话，那经过医师评估，都建议不要来喂食这个母乳。疾管署讲，新生儿的免疫系统也未发育完全，一旦若患着伊科病毒11型，并发重症，致死率有8成。所以建议讲，厝内底若是有新生儿，尽量莫互人客来，也莫对新生儿浸泡。厝内底人若有症状，爱家己隔离，爱定期来消毒囡仔的佚佗物甲生活用品。若囡仔出现发烧、发热无好，也是食袂啥落这症状时，爱赶紧去医生看。3个月内的小朋友因为他免疫系统本身就不成熟了或者说他感染到之后很容易到处跑到脑部跑到各个器官，所以3个月以内的小孩子如果发烧甚至生病的话，我们就比较严格的看待了。疾管署讲，大人患着肠病毒症状也无一定真明显，也较会甲感冒淋斗阵，建议也是爱问这专科医师来做适当的治疗。也来小儿科医师是建议患着老母至少要等7天，等病好了再继续饲母龄。另外，若是厝内底有伫要生的妇人人，也应该尽量减少甲外界接触，来降低防患着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甲组高中排球联赛是雄雄出现一队真厉害，大家拢对因真兴奋，就是龙镇高中伫咧2017年才成立的排球队，因包括场地这寡练习的资源，目前还阁真欠缺。不过这届说是一个就连赢7场，摕到季军。营养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做阵来看这阵伫咧台中海线的高中生拍拼练球，追求因的梦想。伫球场跳起来杀球，冲过把球救起来，这个球员当咧大车拼。今年甲组高中排球联赛伫屏东市举行决赛，伫预赛连赢7场的龙镇高中，4强的比赛对阵真强的队伍——丰原高中。
球员因为紧张，这场煞输去，无机会拼冠军。教练甲球员甲心情调整好势，要来面对明仔载比赛。第一届来决赛，然后因仔甲阮教练的经验可能真正较不足，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因仔伫个后壁小可兴奋的时阵，佮加上伊真正就想要赢的时阵，反而导致伊有反效果出现，可能肌肉太紧绷，到尾落人开始陆续抽筋。伫个台中海线的龙镇高中排球队，2017年成立的时阵，资源是真欠缺。为着练习，还阁要甲北京学校借场地。即卖体育馆嘛是最近这几年才起好，那球队都连要招募球员嘛无啥顺利。我们龙津高中，我们位于台中的海线的最南端。那我们其实交通不太方便，而且我们学校里面没有学生宿舍，所以我们的教练每一年都很辛苦的到外县市去招募顶尖的排球的选手但其实都不是很顺利。今仔日要来拼摕第3名，球员的家长嘛做伙来现场甲因加油。龙镇高中的排球队准备好势要来车拼，这球员展现出唔放弃的决心。昨天教练跟我们说，我们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拿下胜利。放开打，不要紧张，我们都准备好了，今天一定会胜利的。徛起伫颁奖台，球员证明因米烂练习是有价值的，经过别项看轻，不受质疑。不过因下心食拍拼训练，因要互大家知影讲，拍拼会当下过限制，为台中海线出发，向梦想起飞。记者陈雅纯、梁新维综合报道。天气不理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3度，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2度，一个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